国政府继续加大对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种族灭绝。另一方面，维吾尔人向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伸出了援助之手。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武汉市于1月23日被隔离，所有航班和火车服务都已停止。一些在武汉经商并以教育名义被带到这里的维吾尔族人也被困在这个封闭的城市中。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微信上分享的信息，马伊卡尔公司的经理和员工都被困在武汉。据了解，该公司的维吾尔族叙克莱提在公司社交媒体群中发起了一项慈善运动，并捐赠了10万元。据悉，公司及其员工共捐款154万元。有报道说，东突厥斯坦提坦的所有维吾尔人都被动员起来向中国捐款。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举行祈祷活动，以纪念伊宁大屠杀23周年。1997年2月5日，中国军警在东突厥斯坦伊宁市镇压了数千名和平示威者。2月5日，数百名维吾尔人聚集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为伊宁大屠杀受害者以及遭到中国迫害的所有维吾尔人祈祷。在活动中，还简要介绍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工作。同时，华盛顿等地也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中国媒体上周报道，由142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所谓新疆医疗队出征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截止，已有3批医疗队被送往湖北省。中国当局没有公开这些医疗人员的身份。库尔勒市维吾尔医院的凯姆拜尔尼萨医生也在该医疗队中，他与家人告别的画面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注意。观察者认为，这些维吾尔医生不是中国当局所说的志愿者，他们被迫服从当局的命令，同时还担心他们的生命危险。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死亡人数已增加至723人，受病毒感染的人数已达到3.4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自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次通报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来，截至2月7日24时，各省份累计确诊病例34546例，比昨日新增3399例。累计死亡722例，比昨日新增重症病例6101例。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令4病例人数为27657人。以与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接触为由，被隔离观察的人数达到189660人。另一方面，华盛顿当局表示，美国政府将会提供1亿美元资金，以直接或通过多边组织的方式来帮助中国及其他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该国拥有不到300枚核弹头。马克龙在巴黎的军事学校就该国的国防战略发表了声明。总统马克龙警告，面对可能存在的核武军备竞赛，欧洲各国不能再袖手旁观。他呼吁这些国家推动国际军备管制议程。马克龙并说，法国已将核弹头裁减到300枚以下，因而具有正当性，可要求其他核武国家采取具体做法，以迈向逐步可信且可查验的全球裁军。他强调说，欧洲的长远安全离不开与美国的牢固联盟，但也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欧洲人自主行动的能力。